我是阿珍。嗨，大家好，我是秀凤。大家好，我是清璇。介绍一下我们老师江婷婷老师，江老师您好。老师好，大家好，大家好。江婷婷老师，台湾语言竞赛评判委员，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新著名语言辅导团顾问，前高雄市瑞祥国小台语老师。好，江老师，我们上个星期教大家的台语有关于就是新住民姐妹怀孕胎喜了之后就要生小孩坐月子。对，坐月子的台语怎么说？做月来，做月来，嘿，做月来，嘿，做月来，做月来，来，做月来，嘿，做月来，做月来，嘿，做月来，月来，嘿，月内啦，就坐月内，就一个月内，做月来。坐是躺的，还是坐？你已经做了，有工作的做，我以为是坐着的坐，不是坐下不是做，来的坐，不是一个字旁的，一字旁的那个故事的。做月来，做月来。好，那这个是坐月子哈。对，我做2次。做月来，我也说2次。那秀凤姐呢？我做月来3摆3摆，可是3次。3次好。这月来有加一些食物哦，比如越南人吃坐月子的时候会有准备蜂蜜。蜂蜜，蜂蜜。有那讲蜜就会使啊。蜜蜂的蜜蜜就蜜。蜂蜜，蜂蜜。然后呢，不可少的是土鸡蛋。那是土鸡蛋怎么说？那土鸡叫土鸡啊嘛，然后说土鸡啊卵。土鸡啊卵，土鸡啊卵，卵是蛋。卵嘿啊，对不对？卵就是蛋啊。秀凤一直在笑我土鸡啊卵，土鸡啊卵，对吗？土鸡啊卵，对，土鸡啊卵，土鸡啊卵，好，教我一下嘛。土鸡啊卵，除了吃气蛋还有蜂蜜之外，我们还吃鲤鱼。鲤鱼哈，对，淡水的鲤鱼。老师，请问鲤鱼怎么说？鲤鱼叫台啊，所以台啊鱼就是台啊鱼。所以咱即马高雄火车头前要放只鲤鱼，较早叫大干煲，迄个就叫鲤鱼。鲤鱼叫台啊。台呀，对，台啊是鱼嘛，对，那鲤鱼叫做台啊鱼。那一般讲台啊就好啊，台呀，大家会听有老师，台呀，就是。我以为是鲤鱼是鲈鱼哦。不是。鲈鱼怎么说啊？老师？鲈鱼啊。鲈鱼。我知啦，鲈鱼就是如果是生病对，或是亏得有没有开刀完了住院回来了，身体虚弱，通常家人会煮鲈鱼汤回家。鲤鱼是不鲤鱼跟鲈鱼无共一种靠力的，迄个较紧恢复的。先问一下马来西亚假三蜜嘛？马来西亚最主要是坐月子的时候，一定是有一样东西，就是鸡肉煮米酒煮老姜，这一道几乎每餐都吃的。还有麻油，那不是像台湾的麻油鸡一样吗？对啊。可是我们台湾的麻油鸡是不是用老母鸡？我不知道，可是就是不可以用老母鸡，也不可以用公鸡，用刚好成熟的鸡就好了。而且嫩的还没生过蛋的鸡，不一定就是不要老就对了，就是不能老。就是很像我们台湾的麻油鸡啊。是哦，不知道台湾老鸡是不是用老母鸡啊？对吧，老师麻油鸡有一点像对，麻油鸡，它就是姜其实在做整个过程中坐月子是很重要的一个材料。然后我们客家人有一句话说有补没补三斤姜入肚，他的客家语就是说有补冇补三斤姜入肚。所以的意思说，不管是贫穷
或者是富有有钱人，或者是没有钱人，就是在坐月子的少师，你一定要准备老姜一定要吃，对，老姜就是暖胃啊，暖肚啊，就很像我们越南人吃胡椒一样，对不对？对。那老师，老姜台语怎么说？老姜我们会说姜母，这在台湾啊，除了是麻油鸡，还有那个黑黑的一碗汤叫什么？素汤哦，腰子炖中药嘛。我讲你为了身体好，那你爱念嘞，对不对，老师？这个好喝的，很香，很好喝。因为有时候对啊，血液循环或者新陈代谢啦。如果坐月子有一道真的很好吃的红鲟煮麻油，对不对，老师？有，我知道这个。因为这个我坐月子的时候，我老公的姐姐有煮给我吃，是姑姑哦，对，他家里煮好了就带来给我。哇，新源的姑姑，很多有汤的吗？麻油，不是，他用麻油炒，跟姜跟老姜一样炒好了，然后下去那个红鲟下去一起煮，就焖熟。对，然后就拿来，不是烫哦，没有烫的，我吃了很多只，对。红鲟煮麻油很好吃啊，加老姜很香哦。对，红鲟里面是有它的卵，红色的，或是它蟹膏啊，对吗？哈，老师。对啊，也有卵的嘿。有卵的哈，卵的是就蛋啊。蛋啊，因为红红的嘿啊嘿。好，那这道菜叫什么，老师？那红鲟麻油怎么说？咱一般把麻油放头前吼，麻油红浸。麻油红浸。红浸就是红鲟，对，嘿。麻油就是麻油红浸，麻油红浸，这样子吗？对吗？对。好，那我们这周带给大家，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谢谢大家。